香港人點買內地社保？一文講清。一、點樣辦理？香港人想喺內地買社保、醫保，核心就一個，要有內地居住證，最常見路徑回鄉證、內地手機號、居住證。關鍵有咗居住證先可以正常參保。二、需要咩條件？基本條件持有回鄉證，有內地手機號碼，內地房產現在沒有都可以辦到居住證之後可以選擇城鄉居民醫保，便宜靈活就業社保，長期規劃。三、點解咁多人北上買？原因其實好現實，一、香港醫療萬惡貴，公立要等，私家好貴；二、內地醫保平價報銷高。以深圳城鄉居民醫保政策為例，一年幾百蚊，門診報銷約50%，住院報銷最高90%，仲可以全國用，異地備案。三、社保可以鎖長期福利，靈活就業社保，交滿15年可以享終身醫療，呢個先係重點，唔係用一次，而係鎖一世。四、超55歲點算？呢個係最多人問，女55，男60以上可以買廣州珠海醫保，但現實有分情況，有啲可以用居民醫保，按地區，有啲可以用長者醫療券，大灣區有啲可以做其他醫療配置，唔係一刀切，但一定要睇個案。一句總結，香港等於等我貴，內地等於平價可報銷，所以而家主流玩法雙重醫療，香港加內地，最大難點其實係唔係買社保難，係你辦唔到居住證，90%人卡死喺呢一步。如果你而家情況想買但買唔到，年齡接近或已超，完全唔清楚流程，打66，我幫你睇，你仲有冇機會入場？適合走醫保定社保？